有車的老闆看過來，閘門今天要改裝的。這個車鑰匙是深水埗的一位車友發過來的。司機來了一把老款的奔馳汽車鑰匙閘門，現在給他改成新款的手機控車智能液晶鑰匙，給他升級鑰匙的外觀，升級功能。檢測好鑰匙沒有問題之後，拿出拆解工具，把這個殼子拆開，取出裡面的芯片，就可以取出芯片，舊殼子裝回去，然後就可以用芯片來升級，放到固定台上，按接上準備好的路線，把所有線路給它接牢固，然後接一下正負極。接好線路之後，拿出挑選好的液晶鑰匙，再把主板裝到液晶鑰匙上面去。液晶鑰匙外觀可以自己選配的，這位車友選配了閘門這個奔馳新款的車鑰匙，非常漂亮。裝上主板之後，現在一把全新的奔馳汽車鑰匙就升級完成，可以看時間，可以觸摸操作，對比一下老鑰匙，變得非常的大氣，非常高級。而且升級好的鑰匙會升級新功能，有靠近車感應式車門自動解鎖，離開車也會感應式車門自動鎖車，可以預約後尾箱，可以備註車主電話，鎖車升窗也可以連接手機，可以手機控車。老鑰匙沒有的功能，升級完就可以直接用了。現在鑰匙簡單升級完成之後，重新檢測信號，信號測試正常，沒問題就可以發回去了。